都是你的恩典。谢谢你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第一节先请敬拜团来唱，大家一同领受这首诗歌的感动。每个破碎，你要再
谢谢你，若不是你，就没有我们。谢谢你重建我们生命中的每段破碎，使我们脱去老我，成为新造的人。接下来，请弟兄姐妹一起从座位中站起来，用我们的声音，也用我们的身体来敬拜神。
什么要来到这里？因为这里有荣耀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赞美你，